4月26號星期日朝頭早8點鐘啦，歡迎翻到嚟萬科投資頻道。比特幣呢一個嘅4個鐘嘅圖表咧，同琴日下晝我哋分析嘅時候咧都係差不多啦，都仲係維持緊喺呢一個77,500蚊左右嘅位置啊。咁啊剛好咧，亦都係見到咧近期呢一個嘅底部咧係差唔多係成個呢一個短期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77,160蚊嘅位置啦。咁啊見到咧啱啱過去4個鐘嘅圖表嚟講咧，重上翻晒所有嘅平均線啦。目前雖然有些許嘅回落，咁啊但係如果能夠見到連續兩個蠟燭咧係收翻高喺所有嘅平均線之上嘅話咧，即係77,600蚊之上嘅話咧，將會係重新判定翻個升勢嘅。再加上呢個動能指標咧開始喺個低位嗰度咧見到有向上升嘅跡象啦，咁啊交叉向上發生咗嘅話咧，將會係一個向上升嘅動能啦。波幅率指標值得留意嘅就喺個低位嗰度壓住咗一個長少少嘅時間啦，即係話咧嚟緊一個大型嘅波幅即將來臨啦。咁我至於係向上定係向下嘅話咧，必須要留意一下呢一個嘅EMA9啦，咁啊77,600蚊，如果能夠成功咁樣收復企穩嘅話，當然係會再度向上爆發嘅。咁啊，但係再度收低翻嘅話咧，將會係風險向下走啦。咁啊 target 嚟講，將會係下次條 EMA55，咁就剛剛好係呢一個0.618回調線嘅水平啦，76,600蚊啦。再失手埋嘅話咧，將會係判定個跌勢，再度翻落去舊底嘅底部74,820蚊啦。好啦，日線圖嚟講嘅話咧，係仍然都仲係咧見到有呢一個嘅短期有向下回調嘅跡象嘅貨依幾支蠟燭嚟講，咁啊見到個動能指標咧，亦都喺個高位度交叉咗向下啦。咁啊貨啱啱今日嘅開始嘅啫。咁啊如果見到個價格係收喺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將會 confirm 有個交叉咧，咁就會係對應呢一紮嘅頂部嚟講咧，係一個由上升轉為下跌嘅動能啦。咁啊 target 將會係條 EMA9，咁啊76,900蚊啦。咁啊再遠少少嘅話咧，就會望到落條 EMA20。大概74,920蚊嘅位置啦。目前嚟講呢個波幅率指標咧仍然係收窄緊嘅。日線圖嚟講係橫盤向下收縮嘅環境啦，有機會喺呢啲位置咧停留多一段嘅時間啦。咁啊特別需要留意條 EMA9嘅，我自己認為貨日線圖嚟講，一旦收低個日線圖嘅 EMA9 76,850蚊嘅話咧，將會開始短期向下望啦。咁啱啱講過嘅 EMA21作為第一個嘅 target 啦，咁啊關鍵嘅底部咧73,800蚊值得留意啦。失手埋嘅話咧，將會判定呢一個係一個大型嘅頂部，然後開始進入一個下跌嘅趨勢啦。如果能夠繼續堅守條 EMA9嘅話咧，呢一個嘅上升嘅趨勢會持續啦。target 將會係近期嘅頂部，大概79,300蚊啦，79,600蚊啦，同埋落緊嚟嘅 EMA200大概82,500蚊啦。好啦，今日落嚟咧，我哋 update 下一啲半導體嘅美股嘅走勢啦，咁就做得十分之靚仔嘅。咁啊，首先嚟講咧，我哋睇一睇呢一個嘅周線圖嘅 NVIDIA 啦。咁啊，見到咧連續2個禮拜咧係突破咗舊底呢一個頂部197.63啦。咁啊，見到個價格差唔多拱到上去舊底 all time high 212蚊啦。動能指標升緊，波幅率指標亦都係升緊嘅。咁啊，徘徊咗喺個低位度好耐啦。貨周線圖嚟講，差唔多係上年10月到依家半年嘅時間喺一個低波動率嘅環境咧嚟到徘徊啦。咁啊，目前嚟講咧，見到可觀嘅上升啦，象徵住咧周線圖咧望緊一個大型嘅升幅啦。咁啊，如果呢一個大型嘅升幅能夠展開嘅話，尤其是見到舊底嘅 all time high break out 企穩嘅話咧，將會係望更加高嘅位置嘅。短期如果見到有回落嘅話咧，可以留意一下啲嘅支撐啦。不過我自己認為咧 NVIDIA 咧短期回落嘅情況咧，似乎已經過去咗啦。咁啊，近期嚟講咧，喺前日星期四嗰日嘅收市嚟講咧，你會見到嗰支蠟燭咧已經係試過條 EMA9同埋舊底 break out 嘅頂部197.63，然後彈翻轉頭，隨後第二日咧星期五咧係升翻上去嘅，係一路咁樣升咗上去個高位度嘅。咁所以嚟講咧，我認為短期呢一個底部咧已經係 test 咗啦。咁啊，現時嚟講咧係望緊繼續向上爆發嘅情況啦。咁啊，縱使個動能指標下跌，波幅率指標喺個高位度跌落嚟都好啦。咁啊，只要個價格仍然係堅守緊呢一個197.63嘅話咧，我都會仍然判定呢一個 NVIDIA 升勢嘅，直到真係收低翻嘅話咧，先會開始短期向下望啦。target 將會係呢一個成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188蚊咧，剛好條 EMA55上緊嚟嘅位置啦。咁啊，再深少少嘅話咧，就會係條 EMA200大概176蚊啦。
好啦，第二隻啦，咁啊台積電啦，咁啊見到今個禮拜剛剛嘅收市嚟講咧，突破咗舊底呢一個嘅頂部390蚊嘅，咁啊進入一個新高嘅時候啦，咁啊動能指標升緊，波幅率指標升緊，台積電周線圖都係向上爆發當中嘅。好啦，我哋睇睇日線圖有冇啲咩短期嘅支撐值得留意啦。咁啊見到咧呢一個嘅舊底嘅頂部390蚊嚟講咧，係未見到有重踩嘅，咁啊所以咧如果短期見到有回落嘅話咧，可以第一個支撐留意就係呢一個位置啦。咁啊390蚊前邊嘅頂部，跟住然後作為第一個入市嘅支撐。咁啊如果再回深少少嘅話咧，可以留意呢一個短期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啦。咁啊當然啦，隨住個價格向上走嘅話咧，嗰個嘅中路嘅位置回調線咧都會係一路咁樣向上升嘅。咁啊另外嚟講條 EMA9 都係同時間會隨住日子向上升啦。咁啊可以留意下條0.5回調線同埋 EMA9 上緊嚟嘅位置，作為短期掂到然後重踩見到有承托再度向上升嘅準備啦。咁啊，暫時咧就掹落咗呢一個黃色框框啦，大約350至385蚊咧，作為一個關鍵嘅支撐，留意住台積電。如果短期回落嘅話咧，係重新入市嘅好機會啦。好啦，Avigo啦，咁就係今個禮拜亦都同啱啱嘅台積電一樣咧，咁就係突破咗舊底嘅新高啦，動能指標升緊，波幅率指標仍然係升緊嘅，咁啊繼續係周線圖咧向上爆發嘅情況當中啦。日線圖睇一睇有冇短期嘅支撐可以留意啦。咁啊見到咧啱啱過去嘅星期五嚟講嘅話咧，已經係踩翻落去呢一個舊底 breakout 嘅頂部414.6啦。咁啊當日嚟講嘅話咧係收翻喺個高位嗰度嘅。咁我現時認為嚟講咧，Avigo同啱啱嘅 Nvidia 係差不多啦。咁啊短期已經係踩翻住呢一個嘅舊底 breakout 嘅 all time high 啦，咁啊所以嚟講咧已經係回踩咗，現時嚟講咧係繼續咁樣望緊向上爆發嘅情況啦。好，日線圖嚟講咧，亦都係下跌緊嘅動能指標同埋下跌緊嘅波幅率指標啦，咁啊象徵住係一個升完之後咧向下回調橫盤嘅情況，咁啊但係至少要見到個價格咧收翻低舊底嘅頂部414.6毫1啦，又或者上緊嚟嘅 EMA9 大約403.5啦，見到係失守咗呢一個位置嘅話咧，我先至會開始向下望嘅，咁啊 target 將會係條 EMA21蚊啦，咁啊 EMA21啦，咁啊377蚊啦，跟住然後咧就會係呢一個嘅舊底 breakout 嘅短期頂部搭住咗條 EMA55大約353蚊啦，同時間都係呢一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至0.618嘅水平，咁啊期待呢一個 EMA21同埋呢一個黃色嘅框框咧，作為重新入市 Avigo 嘅準備啦。OK， 咁啊第四隻咧就係 CoreWeave 啦，咁啊首先睇咗呢個周線圖先。咁啊 CoreWeave 嚟講嘅話咧，周線圖咧係一個上升緊嘅 structure 嚟嘅，咁啊見到已經係做出咗一個上升緊嘅頂部啦，同埋上升緊嘅底部，價格都係收高喺呢一個所有嘅 EMA 線連續第3個禮拜啦，咁啊所以嚟講咧係望緊向上升嘅態勢嘅，咁啊再加上個動能指標仍然係升緊啦，波幅率指標亦都喺個低位度繼續升緊上嚟嘅，仍然周線圖望緊向上爆發嘅情況啦，咁啊貨周線圖嚟講嘅話，只要佢冇失守條 EMA 55.99蚊，又或者最低望到係EMA21大約93蚊嘅位置咧，都會一直保持一個周線圖向上升嘅判定嘅。好啦，日線圖嚟講嘅話咧，你會見到咧個價格咧係收咗喺一個 EMA9 之下嘅，咁亦都同時間咧係舊底嘅頂部大約114.5啦。咁啊短期嚟講咧係有些許嘅回落嘅，咁啊動能指標下跌啦，波幅率指標下跌啦，繼續係一個升完之後咧向下回調橫盤嘅情況嘅。咁啊 target 將會條 EMA21啦，咁104蚊啦。另外嚟講條 EMA28啦，咁啊97.5啦。另外嚟講咧就係依一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大約96蚊同埋0.618。回調線大約89蚊，剛好搭住舊底短期 breakout 嘅頂部，係一個關鍵嘅支撐位置嚟嘅。咁啊，期待呢個位置如果見到有重踩嘅話咧，將會重新入市 CRWV CoreWeave 嘅好機會啦。咁啊，如果能夠見到個價格重上翻晒條 EMA9，甚至乎舊底 breakout 嘅頂部114.5嘅話咧，亦都會係重新判定翻個趨勢咧，再度咁樣向上爆發啦。特別留意呢一個位置，大概我諗係100蚊或者96蚊呢一個位置咧，作為入市嘅支撐啦。OK，咁啊今日嘅 update 嚟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去到最後撳個 like 同埋訂閱我頻道都係。